张先生他大概是几月到公司来？大概是109年2月份左右，然后他大概是8月份左右假释出去。哦，8月假释啊。对。然后他到公司在这边都是负责上面工作。因为他们监狱出来，大部分都做一些杂事啊，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工作，大部分是做这些东西。他上班时间呢？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，中午休息1个小时。然后礼拜六、礼拜天他们不上班，就是在监狱。对。为什么这个张先生当时会来跟你说要借账户要汇钱？大概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他说他以前是诈骗进去的，他诈了银行大概有3亿，他现在不能有账户，所以拜托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账户给他，让他把钱转出来，然后再把钱给他。这个问题是从这样出来的。所以他这个是大概几月来跟你讲这个事情？这个大概是6月份左右。当时的话，他有拿汇款单过来然后汇款单就是一直没有钱进去，他一直说有钱汇进来，然后汇进来以后再把钱还给他。可是当时我们一直查不到有钱汇进来，可是到了有一天，反正汇了几天以后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才察觉到这个汇款单全部都是假的，就是说等于是影印出来的，他有到银行去做转账的动作，可是银行也有盖章没有错，可是他可能是用银行的那个怎样，那个银行的行员有汇款那个名字，然后剪贴下来，他自己写了一些汇款，然后把钱汇进来，结果那些全部都是假的。那当时你发现，你问张先生，他有承认吗？他不承认，他说他也是被别人骗的。这一张伪造就是高等法院的民事裁定，那这个的由来是怎样？可不可以说明一下？他这个由来是因为当时他不是有讲说他有3亿以前诈骗的钱嘛，存放在金城银行一个张经理的身上嘛，他要去把它拿回来嘛，结果转账都是张经理在转的嘛，刚才那些都是假的嘛。所以说张经理骗他嘛，没有转过来，都是用假的给他嘛。那最后他又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些钱他去买那个法拍车嘛，所以他买了那个银行那个张经理的话说他做法拍车嘛，他也在银行上班嘛，所以才有法拍车这些钱出来嘛。然后他要去跟他拿钱没有嘛，所以钱是慢慢还嘛，所以法拍车的车，当时讲完以后，他说可以先过户转过来，还给张先生嘛，所以我们才会去做那个，他叫我们去做那个停车场嘛，他也要付停车场的费用嘛，1个月租金多少嘛，然后所有的整理的费用，盖的费用他要出一半嘛。结果到现在没出嘛，那这一张的话，是因为张先生那个银行那个金城银行那个张经理，最后说那个车子又不还给他，所以他才提告嘛，他去做提告动作嘛，提告完了以后，他才拿了这一张出来说他提告赢了嘛，所以他这一张里面说有80几台车嘛，80几台车嘛。然后1亿2千多万嘛，所以法院的话，判决是他赢嘛，这一张可是最后发现这一张全部都是假的嘛。